真心建議香港朋友一定要辦深圳港澳居住證，再買深圳醫保，好處真係多到你估唔到。香港醫療係唔錯，呢個無可否認，但最大問題只有一個，排隊排到你懷疑人生。公立醫院專科門診2個月起跳，做檢查排1到5年都唔新鮮，急症室輕症等足8到10個鐘，好常見。私家醫院快係快，但收費普通家庭真係頂唔順。深圳醫保就完全唔同玩法，真實個案有香港同胞做疝氣手術，香港要排6年，深圳當晚就安排做手術，報銷之後自費只係2000蚊左右。另外一個只係交咗2個月醫保，睇病報銷1.4萬，自己只俾2000幾，你話抵唔抵？辦理其實唔複雜，持有回鄉卡、大陸電話號碼就可以辦深圳居住證。醫保購買拎回鄉證加社保卡，直接去人社局辦醫保，報銷比例高，覆蓋範圍真係花少少錢買個大安心。一句講晒，唔好等到要用醫療先後悔，有條件真係要盡快辦。如果你想知自己符唔符合資格，點樣最快辦，要準備咩資料 ，PM 我直接同你講清楚，唔使你自己慢慢摸索。